台中一個國小4年的小男童，在學校摒掃的時陣，被虎頭蜂叮着傷，蜂獸就佇教室外口冷氣機的下骹，差不多是拳頭拇的大小。加在小男童意識清楚，無啥要緊，學校馬上通報到農業局，把這個虎頭蜂獸甲收掉。甲拳頭拇平大的虎頭蜂獸，佇咧冷氣室外機架的下骹。若這個虎頭蜂獸互發現的地點，佇咧台中市東區一間國小。今仔日早起7點外，一間學校出現虎頭蜂甲囡仔叮着的意外。一個10歲讀國小4年的查甫囡仔，互虎頭蜂叮着傷，頭殼頂有倒手的枕頭啊，攏有互叮着。為什麼學校沒有去注意到這個部分？那我覺得說學校應該要加強這部分的安全。可能就是在這個夏天期間呢，就是定期或是不定時來檢查那個整個樹木的那個它的一些狀況。校方講，事發佇咧今仔日早起7點45分左右，是學校摒掃的時間。這個國小4年的囡仔到2樓的課林教室摒掃，開門了後發現頭殼頂有物件中手背一個，就隨疼到袂輸尖利位，趕緊通報老師，確定是虎頭蜂，就緊急送醫。加在囡仔意識清楚，無出現休克，也是大心虧的鏡頭。就醫檢查了後，無安怎，就轉去到學校繼續上課。在8點前，就是學生還沒進入教室之前，我們就已經全部摘除完畢。那我們也告知全部的，就是全校師生6月24號之前，因為它那個是屬於一個後陽台部分，它的門窗都不開放。當時甲查甫囡仔叮着傷的，就是黃腰虎頭蜂，是台灣接看的虎頭蜂種，大部分會佇咧樹叢、泥井骹，或者是桶仔邊做收。這個國小的校園出現虎頭蜂獸，造成4年的囡仔互叮着傷。加在囡仔的傷勢無嚴重，那校方嘛趕緊通報農業局做獵蜂的作業。除了噴藥啊，嘛管制出現蜂獸的教室3天，嘛閣愛詳細敲找校園內底敢有其他的虎頭蜂獸，避免閣再有其他的囡仔互叮着傷。